来继续来看高雄金武有一间幼稚园，互家长来指控，讲这教保员会大力甲囡仔打，甲囡仔扇喙皮，囡仔的身躯不时拢带伤。阁有家长痛骂讲，幼稚园互小朋友食生果无新鲜的食物。阁有妈妈讲，4岁查囝互其他囡仔欺负受伤，幼稚园是当作拢唔知，而且甲监视器毁掉有灭证的行为。幼稚园针对着家长的指控，全部来否认。即摆教育局已经展开调查。老师你对啦。家长真生气，讲幼稚园内底一个教保人员管教方式有问题。你甲我都接受恁家用扇嘴皮。做老母的哪讲哪哭，讲伊一个4岁查某囝，互其他囡仔欺负受伤，远方拢无要参。我说你害怕吗？他说对，我很害怕。然后我就抱住他，我说不要怕，爸爸妈妈在这里。也有家长摕出囡仔受伤的相片，肩胛头受伤，有囡仔被拍目睭拢肿起来，含好囡仔食的物件，拢互家长真生气。发霉的仙草啦，园长公把上面发霉的去掉，继续给小朋友吃啦。你看这恶极无啊？生苦的仙草、臭酸的糜，甲啥物拢无会炒饭。大人唔敢想讲是安怎用这物件饲囡仔，所有互家长无多接受代志，当时要调监视器画面，远方讲找无这个画面。来调鸦片，看鸦片有滴的无啊？3天鸦片无去。上起家长来包围幼稚园现场的气氛充满火药味。警方得到消息，赶紧到现场介入。高雄仁武区这间幼稚园面对这个家长种种的指控，园长出面讲无这代志。一切都是很符合标准的，我们也同时公告给家长哈。那所以他们所有的不实指控，我们已经透过律师，我们的法部要做提告的动作了。园方无承认，不过因为不是单一事件，教育局已经介入，要调查每一件控诉的事件，了解幼稚园敢有隐瞒真相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